我不知道你那边过年怎么样，但是在海南过年特别热闹，各种的活动。今天带你们到琼海看 NBA，Let's go！ 哎呦我的妈呀，好热闹！把奶的捏吧，张景了，天海六，我不是说了，在海南过年很热闹，除了美景，除了美食，还有民间娱乐运动的。欢迎你们来海南，欢迎你们来琼海。